由清代材料科学工程系教授苏彦新带领，资源工程系涂胜龙，甲前市府民政局长颜进彪3位博士，共同研发会发光的物质，对10档前倒入水中的植物，一直到2档前选择陆上的植物盆栽来研究，透过非基因改造的技术，让叶脉伫吸收以后，植物就会来发光。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在陆生植物里头，在观叶植物里头，在一般我们最近来讲，就是我们会希望说像这一类的植物，那它在白天的时候，我们再放在室内的时候，它看起来就是会有一些就是漂亮的出景。那在晚上，当我们把灯关掉的时候，然后它会出现了另外一种不同的风采，然后可以进行了一些就是我们最近可能大家比较流行的像一些就是园艺疗愈啊。相关的这些事情，那我们的操作方式来讲，我们是使用的就是叶脉吸收的方式，然后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呢，操作上来跟国际上来讲，会有一些就是比他们更加好操作，而且呢也更方便，然后而且可以选择性的就是根据花农的需求，然后去调控，让它可喷或可涂，然后并且可以指定说，例如说在哪一些部位上来讲，然后让它好操作，然后也可以在颜色上来讲具有一些可调控性，然后在操作上来讲会比较方便。目前来讲，我们这个研发是大概都是用天然的矿物粉下去，所以原则上它来讲是对植物上面是不会造成任何负担的哈。所以它原则上现在的颜色我们大概有绿色、有蓝色，还有一些粉色、红色。这些颜色啦，强调对矿物提炼未伤害植物生长的发光物质，目前大量被运用伫带粉叶的植物。颜正彪表示，希望未来会用甲农业园艺来结合，利用技术的移转，提升农业的产值。从那个我所知道的那些农业上的一些问题跟他们做讨论。比方说他们刚开始是水生嘛，那我是觉得是说水生的话，我们如果再把它扩展到那个陆生的话，这个搞不好是会对于整个农业的贡献度会更大。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出发点大概是在这个地方，是怎样把农业它的整个那个角色给它提升了。目前这项非基因改造的技术会用讲是首创，而且得到国家的专利，研发出会发光的植物，在生活上不但会用的节能减碳，而且嘛兼顾艺术的疗愈。台南新闻林根、黄义慈采访报道。